为推动亲子休闲的活动，立委陈廷辉结合多位的议员甲候选人，举办亲子泡泡派对的系列活动。第一场10号下午，伫个水碧湾公园内顶场，吸引上百对的亲子报名参加。有一寡未赴报名，主办单位因为不忍心看着囡仔来失望，嘛开放候补，互每一位小朋友拢算甲真欢喜。今天我们就希望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一个选举活动，不是都是这种造势活动啊，然后很多大咖来讲话。我们希望说把这样的舞台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哈，大家一起来玩这个泡泡秀。那今天我们就是会有泡泡秀的剧场，让大家可以来看看很好玩的泡泡以外呢，待会还会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呢就可以亲自去体验我们的泡泡活动，相信大家都会玩得非常的开心。亲子活动可以带动一些现在社会上不同的选举氛围因为家长跟学生还有小孩是我们正在努力是因为我也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为了小孩子的下一代，我一定要努力一点为了我们下一代的着想。这样，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都关心我们的下一代，到底他可能在假日的时候要去哪里玩，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就用一些选举活动改变一下，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很轻松的亲子活动。那其实在之前我办菲菲姐姐的系列活动，其实得到地方大家很支持的力量，所以我就跟丽晶还有怡珍说，那我们也改变一下，真的政治其实可以不一样。那我们让爸爸妈妈知道谁在关心教育，谁在关心文化，让他们知道谁是真的他们可以寄托投下这一票的人。现场除了有泡泡达人展现高超的技术，立委甲议员候选人嘛摕到各式各样的泡泡机道具，甲小朋友算甲真欢喜。透过泡泡机甲道具，变化出各式各样无同的泡泡，现场趣味十足，用趣味的活动融入人群，嘛互这场的选举嘛会真温馨来融入亲子之间，得到人民的认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